溫馨提示，等陣會見到真實石胎相片，可能有少舌苔厚就一定係濕氣重。先唔好咁快落結論，中醫望舌，石胎確實可以反映脾胃運化同濕濁、痰濕、食積呢類狀態。但重點係望舌唔係只睇一眼，要一齊睇口黏唔黏、胃脹唔脹、食慾、大便、精神，仲有最近有冇食得油膩、飲酒、熬夜。一般講白脷苔多數偏寒濕或者痰濕，黃脷苔就可能偏濕熱。可是呢個只係辨證線索，唔等於自拍一張石頭相就可以自己開方。現代醫學亦提醒，白舌可能同口腔清潔不足、脫水、口呼吸、吸煙，甚至發熱後口腔乾燥有關。所以第一步唔係猛飲去濕茶，而係清淡2-3日，少甜少油飲水，早睡，刷牙時輕輕清潔舌面。如果舌頭痛、潰瘍、出血、白苔幾個星期唔退，或者伴隨胃痛、反酸、明顯口臭，就有兒醫生檢查。記住，石梯係提示，唔係判決。關注 TCM Clinic Renning Town 深圳人